报道学台语，甲手的动作相关的课录字第46集，222条。穿衫爱甲逐粒紐啊紐好哦，就是穿衣服的时候要把每一个扣子扣好。下面有4字要来选，第一字，这字读做紐哦，这是咧讲面线啦吼，一紐两紐的紐，也是讲剪紐啊有拍手的紐，嘛是这个紐。第二字嘛是读做紐，第三字读做繞吼，也是紐，紐尻川尾的紐。第四读做柳，野柳的柳吼。227条，趁即马有闲的时阵来留碰细线，留趁现在有空时啊，解开毛线团咱下面4字要选，咱第一字读做流还是流串流嘛流水嘛第二读做流，同款读做流第三字读做流也是流，第四字读做流，咧石流嘛石流的流。228条，这样物件你要甜无就是这件东西你要吗？咱下面4字要来选，咱第一字这字读做甜，甜国的甜，第二读做甜第三字读做地位地的地第四字读做甜就是满了那个甜229条，伊做歹代志，去我撞到就是他做坏事被我逮到下面咱4字要来选，第一字读做脏，头脏的脏，第二脏到的脏，第三字这里脏就是脏青的脏，第四字读做宗失踪的踪230条，小咪大家知要去学读册之前，我拢爱先甲伊抹头鬃了后再绑一个马尾。小咪每天早上要到学校之前，我都要先紧抓她的头发后，再绑个马尾这读做马。下面4字要选，第一字这字读做马门四瓣斗白马的马啦第二这字读做马同款第三字读做麦看麦的麦，第四字读做合好，感谢大家收听。